Hello，客家。嚯，我可是客家庄哦，博士棒嘞。Here we are。糖啊，熱頭啊，係講本糖啊。哦哦妹妹，你個心肝都嘅尿傷啦。 ，We just love you。到爛咯。你跳下嘢講講，按老實，開始咪跳雪。你跳下嘢講講，我個搖數博點子，你跳下嘢講講，我係趙紅卡。你跳下嘢講講，Come on come on，你跳下嘢講講，Come on come on。你睇下熱公公，大家好，今日日跳歌嚟咯，大家講嘅鑼鼓演繹就係卡盤絲都鳥，卡盤絲都鳥。卡盤絲都鳥，你啊，我要經驗哦。哦，四阿妹，你也有經驗嗎？係啊，我啊，屋卡要跳鳥，按到 Kitty，平常是答案呢。今日我老佢做咧，你想人嘅跳呢？你數啊，老盤子嘟到佢嘴度呢。佢啊，我前腦呢，是咪唔係呢？後來啊，我一變手，佢從半天撐到弄攤開呢。四阿妹啊，你又會做得咁苦讀同文啊？韓白啊，佢看到盤子是山多冉冉，唔敢下拜啊，我是第二個法。卡盤絲都鳥，是係不按樣一點教育。你哋按到啊，水表都到空中，卡盤絲都鳥啊，多少係咁嘅意思啦。不過並唔係咁講，那盤絲係修理鳥喎。唔係用吧？來講本呢堂啦，跳擺因為嘅充公啊，攞煙外啊做事。本來做到好好嘅。有一擺啊，充公啲天道都看到一條屍體嘅花鳥，個充公一下就認到了花鳥係煙外嘅，就夾夾就去了煙外報告，個煙外一趟當壓，就強嚟講，個條鳥係充公打死嘅。然外咱唔查清楚是清查誤會人咯。係哦，唔誤會啦，個煙外哦。本來就當中意啲充公嘅布樣，大擺就想係用技嗬嚟斬嘅布樣啦。姑嫂啊，就係嚟啲啊！挺過分咧，嚟你咪冇用啊！鳥屍體咧，最多揾幾隻跳鳥，就得賠幾多錢咧？哦，該冇樣咯，該煙外就講啊，佢哋有條鳥啊，當真唔係普通嘅鳥哦，叫你一條鳥啊，啲胖下腳以上啊。露出啊，姜雙胖，胖當腳一上啊，露出啊，姜葉硬。去年有人出佢3300，佢唔買，所以啊，你要賠佢3300。3300，冇到嘛？3300啊，啲兩時啊，唔算多。不過啲頭擺哦，計條當台條嘅錢，充公根本就賠唔起。嗰係用㗎啥？用㗎啥？係啊。計人外就講啊。計3300你也賠唔起，計就係也不娘來毒死啊！來有兩種道理，明明是會欺負人嘛，該充公用㗎啥？充公當然當壓啦，所以就偷家不娘，家不娘一談啊，當冷錢就講，我想講啦，隔兩日你就係人外來拿錢啊，該自有辦法。你來有嘛個辦法？2日以後，人外啊就塗啲新來充公屋卡，充公冇啲屋卡，充公嘅布樣啊，就攞人外講，係誰哦？也3300啊，就差到100塊甜甜，充公啊出去中錢咧，你哋啊小可等一下啊，好啊一等啊就等到過主咧，12點、1點、2點，好大家。等到冇格殺，到時啊，要到冇格殺，有兩時啊，充公嘅布樣啊，就都有其他啲獎財出來，就攞人來講啊，講你都先打下底來啊，到時要了嗬，該盤頭啊，就啲該片，你都要識盤啊，自家添起。這布樣會挺好麼？還請該反應識盤啊？係啊，你就唔知，這布樣啊。
等就会等因外失盘嘅機會哦。嘅因外啊，那突然間嘅盤絲啊，我添破嘅時間啊，一之上嘅啊，盤絲就彈起去了。嘅因外就講啊，阿盤絲彈起嚟，用個啥？用個啥？用個啥？配啊！係啊，我配啊，我配幾多錢咯？你阿倉工嘅保養啊，佢咪當為難嘅老因外講。呢個我哋阿盤絲啊，唔係普通嘅盤絲哦，我哋阿盤絲啊，下鑊碌啊，出盤要出咗個，上鑊碌啊，出要出肉個，千言用人出嘅6萬6，我就唔買，所以啊，你係配嘅6萬6。馬家，依個盤絲6萬6，哪有可能？當然有可能啊，你有3300嘅牛，我就要6萬6嘅盤絲啊。哦，矮啲咧，矮啲咧。原來啊，你是卡盤絲都鳥，所以啊，你下係講用人那不合理嘅條件來對付你嘅時間，你係用佢人類嘅方法來顛倒咗你自己，你就按到啊，卡盤絲都鳥，卡盤絲都鳥。